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我的祷告呢，亲像香伫你面头前；我举手祈祷，亲像献原祭。旧约圣经诗篇141篇第2节。祈祷是一切真基督徒甲神三交直接的连线，也是向真神亲近求告者蒙恩得福的楼梯啦。所以罗马书第10章在安尼讲：犹太人甲希腊人就是神的选民，甲选民以外在外国人并无啥分别，因为众人拢同款有这位主，伊也是后台一切求告伊的人。所以第13节搁再讲，因为既然求告主的名，就的确要得救了。就是讲，主耶稣基督要听遐个诚心来敲找伊的人，求告伊的人会祈祷，来引带因找到真信仰得救的门路。甲信主以后，来帮助因赢过种种的信仰生活难题，平安来行这个永生的天国路。基督徒的祈祷呢，亲像香建立伫主的面头前，也亲像献祭予神的这生活。因为这个启示录第5章第8节内面安尼讲，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旧约时代会幕是祭司利未人烧香甲神沟通的所在，甲沟通的方法。新约时代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了，就无必要搁再用到这个会幕烧香予神，而且主所爱香呢是心灵甲诚实迄个属灵的真香啦，毋是属迄个物质的香。迄个旧约香只是新约基督徒祈祷一个仪表。咱人类有信仰的观念。因为安尼也有祈祷的天性，这是甲其他的动物无同款的所在。所谓强者护天，通者护娘，是心灵当中天然的流露。这种天性证明咱人类上开始呢有甲天父这种密切的关系。但是真可惜，世间人因为互罪恶破坏了甲神迄个正常的联系，艺术家远离了神，离弃了神。无认捌独一的真神，竟然将偶像当作真神伫咧拜，继续来接受魔鬼的威胁，去拜迄个魔神啊，迄个袂当看见、袂当听、袂当行，迄个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这实在是足愚昧，并且佫真背极的代志。其实遐个烧香敬拜方法，本来就是出于圣经所记载祭司代替着百姓献拜神的方法，但因着世间人袂当来考察烧香献祭由来，甲当足正做撒旦魔鬼威胁人夺取神荣耀的作用。其实神的代志，人所会当知影，原显明伫人的心内，因为神已经甲咱显明了。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应灵甲神性是明明可通知影的。虽然咱目睭看袂到，但是借着所做的物件，就通知影，互人袂当提示讲伊毋知影。虽然咱知影讲有这位神，可是无将真神来当作神来荣耀伊，也无来感谢伊。这个思念呢，却变成做虚妄的事，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有当时自称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反倒当来煞成做一个戆人，将迄个袂当朽坏真神的荣耀变成做偶像，加像呢得甲朽坏的人，甲这个飞禽走兽昆虫游戏。圣经利用记上18章内面记载，讲真神的先知甲巴力的先知呢，用求降火献祭来分辨什么人所侍奉的神才是真神。结果呢，侍奉巴力偶像的人呢，将所得的有肉呢，也拢备办好了。对透早一直到中昼，就求告巴力讲：巴力啊，求你应允我。但是都拢无声音，也无应允啦。因为所局的这个大的所在底下一直跳，甚至到了中昼的时阵，神的先知以利亚佮甲伊祈求讲啊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伊是神。伊或者是伫咧点伫咧想，或者是行路行到迄边去，或者抑佫伫咧行路，或者是伫咧困。
恁应当呢爱甲伊叫醒。这个侍奉巴力的人呢，因着大声求告，按照因的规矩，用着刀啦、枪啦，家己挂家己的身躯，一直到身体拢老化。对中昼到现暗时下晡时阵，因大声伫咧天公乱叫，但是也无应声，也无应允，也无对迄因所来所服侍的神来插音。结果神的先知以亚，伊就向天顶真神祈祷，讲耶和华真神啊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。互这百姓知影讲耶和华才是真神，又搁知影讲你是叫这百姓会当回心转意。大呢马上耶和华真神的火就对天顶降落来烧尽了这献祭物件，甲木材以及石头、银土，并且呢也烧焦了这段边的沟仔水。众百姓看到就炮讲耶和华是真神，耶和华是真神，所以互咱知影，真正祈祷就爱向天顶的真神祈祷。愿我的祷告呢，亲像香点咧伫你面头前；愿我举手祈祷，亲像献燔祭。旧约圣经诗篇141篇第2节。以上文言用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